11月20日，你的旨意不是我的。在提出具體請求時，最好加上這一條：如果這是你的旨意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80頁。我謹祈求上蒼將我在那一天獲得的對他旨意的最佳理解放入我心中，擁有實現上蒼旨意的能力。每一天當我面對必然遇到的局面和必須要做的決定時，我要求自己重複那句簡單的請求：你的旨意不是我的，要被實現。我必須一直記住，在任何情況下，我只需負責去努力，而上蒼卻負責結果。我能放開手讓上蒼照管，是因為我總是謙卑地重複說：你的旨意不是我的，要被實現。內心並堅定地尋求上蒼對我的旨意，我將能在自私的期盼中解脫出來。